古典风格如何融入屋主喜欢的中式线条，而中西合并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空间感呢？擅长美式乡村、和洋风、现代简约等风格，让美感与机能并存的周建志设计师要带你进入今天的幸福大视野。我想啊，像这样子比较美式居家的风格，还有它的一些线板线条呢，是很多人的最爱。当然咯，有的人喜欢这样子的风格，但是空间里面他又希望有一些东方的元素，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这个房子最大的特色。建志，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屋主他们的背景吗？好。屋主他本身就是他们即将要退休，啊，那因为他们退休希望有一个地方是有电梯的，然后呢再来就是房间数也够，因为他们的小孩如果说从国外回来，他有地方可以住，那当然他就希望客厅跟餐厅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阅读空间哦，它能够融合在一起，然后呢屋主其实他退休之后他会有一些家具的一些偏好，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挑好了一些家具的一些款式，那希望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把他喜欢的家具跟他喜欢的设计整个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有说过啦，因为我们知道美式的风格跟线条其实蛮多人喜欢的，但是屋主他偏好的家具是比较有，不管是色系稍微深一点，又或者是有一些他的那个线条是比较东方或古典一点的，我们都融合在今天的空间里。好，那观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居住环境吗？我们就请建志带我们看一下它的玄关咯。家呢，打从一进门呢，建志就给了他一个很方正的玄关，而且这个玄关除了方正之外，待会再告诉你它的收纳量超惊人的。是因为这个玄关其实大门一开始进来会看到餐厅，64后方会看到餐厅。对，所以我们这地方当然就做一个玄关给他，让进门口不会只对到餐厅。那当然，这个玄关的屏风我们是做整个是10墙的，因为背后它。后面会介绍，就是它是餐厅的一个收纳柜嘛。那这个10墙的部分我们做起来之后呢，刚好正面我们可以贴特殊的壁纸。那其实上面我们做雕花轨道，也可以让我们的屋主可以他依照他的喜好来挂他的一些饰品。或者是画这样。OK， 其实这个壁纸选的还不错，就是如果就算我画拿掉，它这层壁纸也算是一个端景的设计了。对，所以这个墙面我们就用壁纸来做搭配哦。那地板的部分呢，其实它原来是建商给的是抛光水泥砖。哦，我看得出来跟客厅一样的，对不对？对，那这个地方是建商都做好的。那为了我们让空间有一个区隔哦，也主要是把屋主喜欢的这个食材，把它摆在这个玄关的地方。那一开始就是进门，我们就强调一个比较暖色的一个效果了。我们因应这个玄关的一个位置，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门框门斗哦，就等于让玄关跟客厅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那再来就是说，因为这个门框门斗，我们有做一些线板的修饰，其实也把屋主他喜欢的这个比较欧式的那种线板的一些效果，把它放在这个空间里面。OK， 好，那刚刚我有预告过啊，这个玄关大家看这样子是很方正，然后我觉得蛮气派的。它的收纳量怎么个惊人法呢？我们要请建志先告诉大家了。好，因为一进门的大门的后方哦，其实这整面墙壁就是一个放鞋柜的地方。那因为建商他留给我们的空间其实蛮深的，那我们可以用双层的鞋柜。一般以前我们都是用双层书柜的设计嘛。对。那双层的鞋柜就是因应这个深度来做这样的一个分配。这个门片它本身有一个像欧式线板的一个框形的一个设计。这样一个欧式线板的一个门片呢，我们中间搭配一个灰镜，就让玄关它有一点。反射的一个效果，放大的效果。那再来很特别一看，就是我们的这个门片的下方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格栅，是直立的格栅，对不对？对。所以它是一个透气孔。哦，透气孔的部分竟然也可以结合在那个线板的线条里。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个门片，其实下面的凹洞，它就是一个透气孔的设计，让我们的这个鞋柜有兼具透气的效果。不错不错，看一下量好了。你刚刚跟我讲说，以双层书柜的概念来打造双层的鞋柜，其实大家都一定蛮期待是什么样子。对，因为其实这个门片打开来，我们也看到第一层的鞋柜嘛。对不对？那这个鞋柜其实可以动，我们推开来之后，原来后面还有所以后面还可以再放一层，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深度的一个概念来做双层的鞋柜。而且倩宇你可以看到，因为鞋柜我们是从这边做到最旁边嘛，对。那最右边这个地方我们预留一个位置，让屋主可以放一点衣服，因为深度既然够的话，我们就衣服啊，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一般这样来垂吊。
来放东西。那这边可以放帽子之类的。哎，好可爱！屋主把袜子放在那个隔抽里面，因为屋主的习惯是希望说出门穿袜子。对，出门的穿袜子的时候可以把袜子摆在这个地方。建志，那同样这个位置相对称的地方你怎么用？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一样是前面是鞋柜的设计，但是后面呢，我们的下面我们做一个放雨伞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雨伞你要收纳，你平常你要用的话，就可以把它收在这个地方。OK， 其实这样双层书柜的概念用到双层鞋柜，值得大家参考哦。其实一进客厅开始就觉得你在这个空间当中做的很多的细节是蛮巴洛克、比较华丽的风格，哪怕电视主墙的雕花板也都比你以往用的感觉是更华丽的。是。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屋主他想要有一个比较像西式壁炉的造型，那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壁炉，让它放电视。那也透过这个电视的这个后面的打灯的一个设计，让空间有一些照明是比较特殊的。那上方我们镂空的话，就让它的视线可以穿透到后面去的。好，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其实你在壁炉两侧，然后做像这样子的柜子，我觉得它的整个空间穿透感有，实用性也还蛮棒的。当然，因为其实这个电视的柜的壁炉两边我们有一些收纳的设计，那这个收纳你可以就是朝着这个电视后面来做一些利用，比如说放一些书啦，放一些 CD 杂志也不错。好，甚至我刚刚聊到，其实你这个空间当中很多细节让我觉得真的比以前华丽哦，包含这样的线板啊，像这样子的柱托，是屋主非常喜好的风格，对不对？当然，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线板的设计规划，我也会希望依照屋主他的喜好，他的一个华丽或者是繁复的程度，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假设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壁炉是比较简约一点，其实这个线条就可以拿掉。就可以让它比较简单化一点，就可以做比较简式的一些壁炉。那空间当中呢，我们整个的设计啊，有些是符合屋主的喜好，好比在沙发背墙的部分，建志你有说过他们其实老早就看上这组沙发了，对不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设计之前哦，我们一直在找寻屋主喜欢的家具。屋主他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家具，它是比较实木材质，而且有一些比较属于雕花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实木的一个设计哦。那加上它的深色的皮革，所以屋主希望说在这个空间当中，它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空间明亮的感觉。所以我们在搭配上面，我们是把沙发背墙我们做比较属于欧式线板的设计，然后用白色那种烤漆喷漆的效果，配合这个壁纸，然后整个两侧我们都做整个欧式线板的一个设计。你那欧式线板那个雕花，我觉得选得就是很大一的水晶灯，它的华丽度是真的比一般我们平常看到线板来得更精致了。对，那因为这个线板的感觉可以把整个空间的一个高度可以提升，那再搭配我们比较多层次的天花板，其实你可以看，其实我们在客厅的中间我们做了一个水晶灯，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周边的天花板并不是很简约的，我们用多层次的一个概念哦，除了直接的一个照明之外，还有旁边的间接照明，然后中间呢或者是两侧我们再做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个线板的一个天花板的设计，就可以让这个客厅它稍微具华丽一点。那既然讲到电视主墙，我们先看一下后方的这个空间。我觉得到后方这个空间，它整个味道又稍微变了一些，比较东方了。对，应该说，因为其实这个女主人她觉得说，客厅的这个空间其实够深，所以当我们的一个电视主墙是一个比较西式的壁炉，它界定出一个客厅的空间之后呢，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区块，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比较小书房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休憩的空间。那因为女主人她喜欢中式的一些图腾跟元素，她希望给她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我们就刚好利用这个后面的墙壁呢，中间我们开了一个洞，那这个洞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像中式的一个回字纹的一个设计的一个书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书柜很特别，它有中式回字纹的线条，它中间想要摆一些比较中式的一些饰品，然后搭配两旁的墙壁，其实这两旁的墙壁它后面呢是一个卧室的空间，所以当初我们是把这个墙壁稍微往客厅推了一些过来，让这个后面的卧室大一点。那两旁呢，中间我们是做中式的书柜嘛，那两旁就是刚好当房间的衣柜。就给那一面给房间用了。对，所以这个白墙我们的一个设计方式就是说，让它还是有点线条，有点西式的线条，加上中式的这样角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让这个空间稍微稍具一点这个东方人文的味道。介绍餐厅空间的时候，我们先把地理位置再跟大家交代一下。各位，其实这边就是玄关的后方。对，因为其实大门一打开就会正对到这个餐厅的位置，所以其实在这个房型里面，其实大家都是会做一个玄关，把这个餐厅挡住。这一面我们用这个餐厅柜的设计，我们是用上下柜的概念。
那摔菜柜的概念是为了让中间的位置可以放电视。也是，这个餐柜这么精致，可是各位可以看到，面对镜头最右边那个，竟然是个大怪物哎。对，因为一般我们在大怪物的设计我们把它拉开，它整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放很多零食啊，或者放杂物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一般都是放在厨具里面，但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的深度其实算够，所以我们就把它设计在整个一个餐具柜的一个设计里面。从这边看过去，整个餐厅我会觉得这整个色块营造就还蛮有那种西方欧洲的元素。对，因为当然啦，因为这个地方在餐厅的吊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其实屋主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的一个用餐环境，所以我们也建议他在这个餐桌的后面这个一大面白墙呢，也不要浪费它。我们这边可以搭配一些比较欧式的一些壁纸，也就可以依照你的喜好来需求来做变化。接着我们来看到现在你所看到我们身在走道的空间，可是建志你要解释一下，还没有装修之前这个走道暗的、阴暗的。对，因为其实这个一般我们走道都比较窄小嘛，那这个地方我们在尤其一刚开始进来这个位置，我们都是比较放大的。那放大之后呢，可是因为这个地方都是墙壁，我们会觉得它有点阴暗。在我们来没有施工之前，觉得这边的采光还有整个感受都是比较暗的。所以在我们这边的设计里面呢，我们有做整排的一个造型墙的设计，因为这边用整个烤漆用这种亮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当灯光打下去的时候，它会有特别明显、特别亮的效果。这个地方的门本来它的高度差不多到这里而已，所以它一般正常高度。正常的高度。那我们这边把这个门的上方的这个墙壁把它打掉，就可以把这个门拉高。那拉高的时候，我们空间自然就会有比较挑高放大的效果嘛。那当然就是搭配这个线板的元素，所以建议你可以看，从这个地板开始，从踢脚板都是线板，然后整个上去到这个墙壁中间的部分，到上缘呢，我们整个跟门框都做一个切齐的设计。所以这个跟前后的那个旧照片一比较，以前是又暗又细又窄的走道，是现在又变宽，然后又感觉拉高，整个就是放大的效果了。对。白色带有华丽度的线板造型中，隐藏了通往男孩房的门片。因为男孩房有采光窗，当打开门片之后呢，就可以让室内的空气流通。房间虽然不大，但该有的收纳机能都兼顾到了。不但床边 L 型的上掀柜，连机灵空间也没有放弃哦。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比较粉红色系女儿房的空间了。这个房间听说收纳也超强的。对，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女孩子要住的房间我们衣柜是不可少的。那其实我们刚好利用在它这个空间比较适合的这个位置，我们来做了一个整排的一个衣柜。那这个衣柜我们的储物量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其实这个门片都是比较属于倩宇，你看到它比较有线板造型的设计嘛。我们每一片打开来之后其实甚至是我们分类上面可能上面有吊挂的，然后这边有层板的设计，那有一些是抽屉。那抽屉我们也可以留空，让它有一些通风的效果。那有些地方可能可以放这种格子的这种抽屉，可以放一些袜子啦或者分类的一些衣物。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如果是要放穿衣镜，它的位置不好找。但是因为我们在设计穿衣镜的时候，我们会希望镜子跟人要有点距离，在照全身的话比较会有效果。对，不然这样的距离其实太短了对，那我们把它藏在这个侧边，所以这边拉开就是一个穿衣镜，对不对？就把它拉开来，用力打开来，它是一个镜子。那这穿衣镜对过去，我们就可以从厕所走出来，在那个位置这边可以照镜子。好，你就是连我照镜子的那个距离都考虑进去了，把它藏起来。这边竟然有抽屉哦。对，这边怎么会有抽屉呢？因为这边有个抽屉的原因，是因为在衔接过来这边是整个是书桌间化妆台的位置。那倩宇，你看这边开关的这个后面，其实是整个都是可以放化妆品的地方。所以瓶瓶罐罐是吃这上半部的侧边。那我们衔接过来这边整个是一个窗下做一个矮柜的设计。这个地方对不对？因为它的窗户其实本身的台度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矮柜的设计尤其倩宇，你可以看我们这边还特别做了一个弧形的收边，有，所以你在使用上面你就不会觉得锐角的。下面是做收纳柜，然后兼做柜的地方。那在我们左侧这边还有一些墙壁，我们也没有浪费，我们整排都做收纳的设计。那其实在这个床边有一个比较小的展示柜，我们有个打灯的处理。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好处，它也兼了我的这个床头柜的使用，临睡前的眼镜水手机其实放这边都 OK 了。来到主卧室，我们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屋主已经挑好他要的这个床具跟这个床头柜，那怎么样融入你的风格当中呢？对，因为其实屋主他要这样的一个比较英式风格这样的一个实木材质的一个床头板跟床框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在背后呢，我们特别挑出这样的一个壁纸来跟它做一个搭配，
因为其实像一个比较偏红色系的一个壁纸，刚好跟这个家具它整个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而且它这个花的图案跟它这个上面的雕花其实蛮像的哦。对，那当然这个壁纸我们周边再收一个比较属于线板的一个框形哦，就可以让这个空间有一个床头主墙的一个设计。那两旁呢，我们矮墙一样是有搭一点线板的效果，让这个空间它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欧式的风格。像我们这个地方窗台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高度哦，我们这整排这台面我们整个做起来，下面可以做所有的抽屉柜来做一些设计。那其实这个窗下的矮柜我们还藏了一个椅子在里面。哪有？不是都是抽屉？有，这边其实因为所有都是抽屉的造型，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的一个椅子的背后哦，也做像抽屉的造型。这样拉开来之后，其实女屋主可以在这个地方坐着，比如打电脑或任何的一个使用都可以。那两旁我们就做比较深的一个抽屉，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就可以容纳它所有的一些衣物啦或者文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样。在床的另外这一边又可以看到，建制这边还是顾一下我们最实际上的需求，这边好多衣柜哦。对，因为其实这个卧室算是大的，那有些衣服我们放在更衣室，但其实还是要有一些收纳的量，我们是利用这个墙面来做一些收纳柜的设计。那倩宇你可以看，其实这整个这个收纳柜的部分，我们这个门片都有做一些线条的设计，让它不会那么呆板。而且下方哦，我们还故意这边用一点这个崩皮的设计啊，这样这个皮革的一个搭配，让这个衣柜本身呢，它可以有一些丰富的一些变化。除了白色之外，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那门的另外一边这个柜子呢，我们就可以放一些比较大衣啦，或者是比较常穿过的一些衣服，就可以先暂时摆在这。OK， 这是它的更衣室的部分。对。所以它这个尾巴两对称，这边是更衣室的门片，那对称的另外一个是什么空间？因为这边我们做了一个主墙哦，让这个两片的门片可以收起来，所以一边是通往这个更衣室的，一边是通往那个主卧的浴室。听说浴室也是毛坯屋你帮他做的，对不对？对，因为其实原本这个浴室它是一个整个就是都没有贴过瓷砖的，连防水都还没做好。那我们就是接手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浴室整个做一个大改造，我们也做了重新的分配，让它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台面啊。因为屋主常出国，也常在做过各大饭店，他希望他的这个浴室的台面呢，能够有一些像这样欧式的一个线条收边的这样的一个石材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个浴柜的下半边呢，我们整个就是做一些比较白色烤漆，而且也附有线板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浴柜。在这里，建志有一个问题还蛮好奇想问你，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看到你的浴室啊，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我只要放几个层板，我就多了一个收纳的机灵空间。那样的空间是建商本来就给我们的，还是你帮他创造出来的？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帮他砌出一个墙壁出来的。你说短墙的那一面吗？对，因为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不做浴柜的设计，是因为我们发现说这个墙壁可以衍生出来，而且它本来就没有贴瓷砖嘛。当我们重新在贴砖之前，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用泥做先砌砖做多一个墙面出来。那用墙面做出了这个凹洞，我们可以做一些层板的设计，就自然就可以把一些收纳融合在这整个浴室里面，就不用再多做一个浴柜了。我喜欢，只要一面短墙，你家里的那个浴室空间就多了这么多收纳的地方了。OK， 今天看到这个房子呢，就是一对夫妻为自己将来退休后的生活所打造。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空间，不用退休后，其实现在居住起来也还蛮随心所欲的哦，好吗？也非常谢谢建志喽，谢谢。美式古典的风格从玄关串联到餐厅空间，虽然事先已经选定了中式家具，但设计师呢却巧妙的把古典跟中式风格做结合。除了色系搭配之外呢，线板带点华丽度，也让空间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哦。